门也比小妹来自哪里啊？小奴带菜上南边。哎，嘟嘟带到山东边的别那讲。有好了汤啊！对啊，俺妈个名，看到姜州啊，看到姜州输的啊，是州没有啦，好彩我看到八了。山高有大松啊，心无开呀，我从我的心上，老爷大擂台，老爷公阿来。嘿，开心开心开心！开心哎呀，啊礼拜哎呦，新朋友来哎了，呀新朋友哎，换了一批的，哎哎呦嘿嘿，嘿天一禮拜嘛，嗯因為希望也是有好嘅成績哈。希望全部過關哦。好，係啊係啊，好的。啊，比賽之前介紹下你評審員哎，教學欣賞，起這裡欣賞，起四個欣賞，六個裡欣賞。海鮮挑戰賽比賽規則：每一位參賽者創一首歌位，分數31分以上就過關。今年下年嘅團體比賽，分數係冇達到31分就強勢淘汰。啊，沒有講哦，規則啦。錯。哎，就這個，唔是講嘅。其實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哈。係冇啦，講一下啦，講一下啦，講一下啦，有兩場嘅講法。哦，恭喜大家啦，吼！哥，你啊到了來開線開始咧嘛，吼！你啊吼，特實愛注意哦，小問題冇重要，最重要是要留自家嘅本色，你嘅特色要拿出來。基本上大家你啊在一個同一個標準線裡面，然後呢，人家看馬上嘅進步較多。我開始，好冇？好，嚟加油！有談到啦啊，談到啊，反正就穩穩的唱。平鬆心，哈。哎呀，其實莫唔記得歌詞啊，莫唱撲嘅就應該都冇問題啦。因為講真咧，海鮮吼，海鮮欣賞要變較鬆，係啊，較鬆，啊慢慢的好好的唱都冇問題啊。有請 TV。來自桃園中立陳明遠帶來愛唔愛多咯。哦，來，睇我啦。2年前哈，有來參加你嘅鬧熱大擂台啊，可惜冇過關啦。禮拜我想講吼，來變解拜看啦，希望做得過關。沉重嘅腳步，行在愛情那條路，愛情竟係默默住，愛情實在模模糊糊，一真情也好，偏愛也好，誰在意愛能輸怎麼？愛唔會看破，反正愛你多咯，你係來體會到世上永遠最好。嘿，係。主持人好，安寧記，哎呀，之前有來過啊，前面先來過一拜。來過一擺啊。一擺聽啊，啊你還記得啦？還記得啦，哦，好上出來呢，記性很好。我都既漂亮跟帥的啦，哦，漂亮哦，你知道他以前是做美容的，知道嘅？真的哦哎呀，做美容的哎，美容的，哦，哦。誒，吞鹽巴狀嘅嘛佢？哎，按摩啊，化妝都有。哦，啊，見哦，見還有啲
做美容嘛？没有了，退休的冇退休了，退休。退休啊，退做乜呀？兔孙的孙含饴弄孙就错嘅，当好啊，创这位歌诶，哈，心情有冇好？有人唱歌的当好，又要变强，哎，变又变强，后生，哎呦，真的吗？当然用硬冲变硬咯。快乐。老了，越讲就他老绝对好你讲了。哦，每俺讲吼，唱歌吼不是按紧张啦。其实来讲哦，唱歌是轻快乐的事情嘛，吼。俺感觉你轻快乐，不过你是在觉得紧张，唱歌加一口气要把它吸满。哦，你要想讲哦，你口气你要唱按多丝，你实是要用几多嘅气按来唱吼。反正爱你多咯，你系来体会到。所以我感觉讲，一开始你唱歌噶，你上清好呢，你带上清好。所以对我来讲啊，我感觉讲，根本你唱那条歌吼，唔免硬最水准，所以对我来讲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对，爱了哈，爱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希望你还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好好的，很放松，从做美容的，甲你做你专长腔通，然后好好唱出来，从讲法那样，然后你心情讲出来，那样就好，好不好？好，什么欣赏？好，这是基本歌，其他什么欣赏有本歌嘛，哈。来看一下分数。陈明远的分数。谢谢沈文老师，过关。容易啦，没问题。沈文主持人。安子谁？是梦妮，好。好，这一边当场哈。好，沈文，过关嘞，好。水当当。哦，沙好了呀咪。來自桃園玉梅同美田帶來客家本色。對，睇看啦。大家好，2年前我有来参加过闹热打擂台，这一次呢是回国比赛，希望可以有更好的成绩，大家来为我加油。台湾无半点钱，3万8平港山港边，老兵插自己10年，不是埋怨。时时抬手，爱用金剑寸干，2、3万的无改变。进步，傻逼改变，是比善恶充满应验。奉献世间下家己，守护心田。正正当当做一个良善建议，就将人嘅路出现。云游不梦出中年，千年万年。哎呦，千位，哦，哎呀，一条歌就有安尼，这样有那种哦，那种。嘿，哦，最后一句一定要加这一句，对不对？对好，刷。云烟，淡，呵。
才过瘾这样很有感觉。对，那你刚刚怎么没有这个？啊，要这样子吗？我听原版的好像没有那个后那一声。啊，既然这首歌都改成这样，不用原版的，不要，那个有点老派啊。那个不重要啊。哎呦，之前的歌，这个嘛还有主乐团的。啊，那样。对啊，对啊。跟主乐团有没有冲一条logo 的哦？哦，这是客家国歌，对，而且常常就是台下会有人点这一首歌曲。他要先以这首歌来表示他对俺的客家国的热爱。哦，那说主乐团应该冲什么摇滚麦酒啊，有冇的？哦，啊，对嘛？以后可能下一次好不好？有机会的话，好吗？哎呀，你是一个比赛歌嘛个，得到嘛个未来组的嘛个，迄嘛个。客家流行音乐节的比赛。哦，对。啊，未来组应该是算是优胜而已吧。他好像有分前3名跟未来组这样子吧。什么叫做未来组？就是非常有潜力的。还看不到现在的，当下还看不到的，就像你一样有预知能力的。那个只是一个安慰的奖项，反正来参加啊，你就是未来有希望的啊，对。啊啦。幾擺喺藝評審啦，所以呢類做喺做喺講要參加個比賽啦，又係講要要成績咧，係佢做啲報名啦。哦。幾擺嘅話應該天天係冇幾唔錯做要勝，錯冇？我就安慰啦。冇啦，冇安慰啦，這件衝到以後啦，這件衝到以後啦。優勝有多少？前3名應該要30吧。30吧。有30優勝哦。哦，哎呦。所以佢雙擺佢來按一節目比賽，佢就拼到後尾第7名。冇進到前6強，所以他不甘心。於是講啊，我那有可能，係咪？我拼到前面。我自有主樂團，我在外面比賽我都成績很好，為什麼在這裡連進6強的機會都冇？對，沒有這樣想啊，對啊，沒有這樣想。其實因為很多人都唱得很好，而且客家歌我覺得感覺比國語和英文還難唱。真的，會唱客家歌的人真的超厲害。是嗎？因為咬字的關係，因為我們常常在看電視，就是國語，就是聽國語跟聽台語，但是客家歌比較少嗎？我係客家人啊。啊，曉得講。啊，對，我會唱，對，爸爸媽媽會講。但冇貓。對，沒有自己沒有常常講這樣子。客家歌還好啦。真的嗎？流行歌曲還好，那是講三太跳。那個我無法。哎呀，那個我就是未來組。永遠優勝。來，等一下，這位老師講。我先講，你打破了當多，你對美女唔會唱歌嘅印象吼，美女是會唱歌的哦，什麼嘢？還有你要開始愛學一件事，所以講，因為你客家人，無馬會講，古所講有啲唔記得咧，啲咧就舞台當唔會出題，唱歌嘅做得學當多，客家方面做得學當多。你看一下人家表的海軍，哦，佢本來就講得當好，嚇死我了。啊，這個犀利的感覺我喜歡。我意思講，你一開始就會講當到客家話，你會弄當到客家話潛進來以外，中文係咪你講？因為講話老唱歌沒有關係。故所講，你一見練習講客家話，對你唱歌有幫助。我所以講到件必要記實詩，譬如講幾十年要避。你唱幾十年的時候就不對了，改編啊，還有幾個咬字，我覺得不是那麼清楚。幾十年不是埋怨，但是無損於對你唱歌的冇乜影響。唔過咧，我今比有一點不高興，就係我知道怎麼動不動就這樣不高興？我常常不高興，我脾氣很差。冇啦，你上麥龍主旁卷來嘛？主牌？主旁卷。哦，主旁卷。他就給我很驚豔，因為給的比賽之前給的比賽時間沒按好，上次讓我們驚豔到覺得哎，你按到年紀可能進步到多哎。今比偷兩首歌曲，我會覺得你根本就在打安全牌啊！我覺得你們單槍瞧不起其他的參賽者，你也瞧不起你自己，我不喜歡。好，我覺得你也可以試，你對你的標準冇強用，我幫你功課，你要好好來讀。適合自己唱嘅歌曲，我希望你哋在舞台這個轉來，要挑戰自己，
对冇？你尽量线适合一家，不管係样板型的狗型，我都喜欢，因为人家谈到你创造出狗说真劲，我觉得除了咬字之外，我其实是很喜欢的。有创出冇强要咪西，唔过我知道你还有配的狗做下很好。好，你说我就给你的功课，我希望你找到一家狗型，还有不管係狗型也好，外型也好，你切推有几飞，好冇？好，谢谢。就是因为第一次嘛，我不要给你太大的压力，因为之前陈婷婷那一届嘛。你跟阿弟讨论，我觉得你只是碰到很多的强手，你弟弟也一样很多强手。可能出前面主导。係啊，我知道講你下要做功課，做結果簽到一家，啲客家歌了 VTV， 好冇？下一次他搞不好他选了一首《谁没人讲》。跟我說講，你阿叔哥偷了很好，好冇？加油哦！真的吗？为什么？唔係啦，没有挑战呐。唔係冇。没有，我有一版陈婷婷歌唱用这首。還有馬山點啊？二本貓。二本貓，哎呦，好冇？改編呢？我有时候还会在 YouTube 找出来听一下。對呀。你为什麼常常回味啊？老人家不都这样吗？是不是老了？好啦，好，这一届的婷婷 waiting， 那當期望你一季要當開表現，我期待着，加油哦！好，谢谢。好的，好，谢谢，来看分数。同 V 婷的分数。恭喜！谢谢，我阿公相当的喜欢，给到9分。真的。哦，对呀，好，恭喜耶！谢謝，什麼呢？加油！殺下來，來自新竹虎口李玉祥帶來優勝儀。來彈開。大家好，因為我好唱客家歌，所以今日來參加鬧熱大擂台嘅比賽，希望我做得順利過關，一起唱下去，大家為我加油哦，加油！彩花盆跌落地，將人感情水提起，老歌舊情記下手，今日老人該強皮。是莫將吞我人地，結台三角思相依，難忘披歸又相見。嘿，你好。兩位主持人哈，你好，來，前面一些，前面一些。帶哪位啦？在虎口。哦，福建。哦，圈哦，咧，要做泰神力啊。有呢。佢做汽車零件。啊？零件？哦，人看哦。人看啊。哦。汽車零件。賣汽車零件。做生產。生產。哦，買個車百貨也有零件做的哦。係啊。有全部都有，全部都加工 OEM 加工，什麼品牌都有。係加工。哇，佢工廠一台。大概幾坪？冇千台啦，那個加工廠。一多年工。10個啥？10個啥？哦。做精緻化的。對，跟人看擘開牌做錢做呀。唔係像我做啦，像我調價做啦。調價哦。係啊。我做緊上班啦。佢哋賺錢啊。咩？中老工。中老工。係啊，所以平常閒做嚟學唱山歌，學唱歌。學唱歌。學唱歌嘅。啊，用嘅上個禮拜來比賽。該出
有那个朋友介绍啊，就做去个妇科个会线去参加，有顺利过关。顺利过关，制作单位有这样的。系，错。好，安尼伊欢喜嘛来到呀？有，当欢喜。我紧张嘛？不会，安尼不会。第一摆上电视。第一天不会啦。安尼看一下先生对你创业嗰个乜嘅感觉，好嘛？係有請到思飛先生。好嚟。玉香子，當歡迎來到人哋農業大擂台嘅比賽。見比他唔創耶穌歌嘅，其實對我嘅感覺，我知道唔應該啲人嘅朋友圈地步，應該係大家當學諾嘅，因為當好唱歌，咪當會唱歌嘅生意，爭錯嗬。其實見比創耶穌歌啊，我知道當對面。我知道當對面，毋過就係講，因為有陣時吼，人家表現有陣時會遇到時代改變，可能係需要講如果有較新嘅方式來表現，所以呢，可能人家也擺談到嘅東西，當然係可能冇要求當多，毋過呢，有幾項嘅建議係上來本呢係，因為有陣時人哋媒人其實處理到用耶穌嗰個來果然來看嘅話，其實是一好，毋過係人嘅破形狀態。所以會影響到人上嘅運氣啊，也影響，所以有幾隻市場有隻幾下球一隻事啊，然後抖音冇到，所以冇導到因順啊，嚇，就上喺抖音結果哎呀海嘅我接落來，所以人就接冇順。老歌高千幾下秋，今日老人該窮皮。所以可能有陣時可能屬於是咧，有嘅歌詞地方用講法嘅方式嚟去運作就好了。所以希望講安尼唱法咧，就會更加輕鬆。所以人家降氣，你講特別要講唱歌會有一種降氣嘅方，可能就會考慮唔設價，考慮講設價係咪愛改變唔唱歌嘅方式，就會迎合人家時代上愛談到嘅東西。所以我會希望講，第一上面第一檔項做對。本設計國家做地位功課，可以有發出老設計，有引領到不一樣的境界去。好，我希望真正當其他唔看到行一擺改變。好，安子 say。謝謝老師。安子 say， 講到懂含蓄啦。好啦，看本書。林玉祥嘅本書。謝謝，過關。係啊，嚇，安子生呢？好，謝謝。在邊當坐？好，殺嚟。來自苗栗公館，總凱上帶來3檔別啦歌。別啦歌嚟聽啊！歡迎繼續來比賽。鬧熱的中介了。一百來，動緊中。其他比賽唔是參加過，唔講埋嘅東西。大家好，上擺嘅比賽咧已經係15年前咧，希望咧一擺比賽咧做得有好嘅表現哦，加油！打開插座，吹點涼風，一路四都該走3檔紅，輸給迷途，小暖給你掉，今日嘅溫度嘟紅，愛嘅夢想，自在輕鬆，本愛與你馬該準時做。簡單最好，從今日就好，聽日行到一早點進表lộ，3檔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go，打造比賽只有 Andy 兩三千米多，愛上頭難唔好，實比來
来了当歌，很带下给你，用伴流通。三当巴拉巴巴拉巴巴巴拉歌，那张飞手只有眼泪，两三千美多，爱胸膛难好，撒比来了当歌，很带下给你，用伴流通。你好，太凶。那同事啊，同事好，来，同事请。对对对，之前哈，那啲客家天师台有主持节目，有主持过儿少类的节目。韓劇節目。沒有。還有韓劇節目啊？乜嘅節目？先叫韓劇啊。我都教就一條線。教就一條線。教就一條線，就會懂會教嘅意思。哦，玩就是一條線。那叫嘅時間？幾年？懂，有一部時間呢。跟之前主持嘅韓劇節目嘅乜嘅？nhiệm vụ hạ家nhiệm vụ học hạ phá，我係客家甜心。對，唔做嘛，後來冇主持嘅客家節目。因為任務下站邊。克服自家嘅競爭。本佢創造嘅。係啦，冇啦，哎呀，救我！哎呀，佢冇主持嘅嘛，佢嘅節目冇嘅啊，本佢創造嘅。到咗禮拜二晏晡頭9點，一天收看做客他鄉，什麼大家？人家就太恐怖誒，能按呢吼，我18號馬上再錄全新的一季。哎呦，真的啊？來砸嘛，嗰種準備好。哎呦，安好，係啊。哎呀，什麼太假？當時看到安尼客家呢好上朋友吼，願意來客家電視台付出嘅。服務嘅董事呢？真懂我啊！懂我。跟我留你合作一下嘛？好啊，謝謝。小心這個姐姐。怎麼樣？怎樣？怎麼了啦？沒有啦。我老公不會咬人呐，真的，老公會關在家裡。家嘅有個創作懂我呢，係啊，很有味道，真的好棒。是，來有味道的國立老師。好。我響一開始從第一我就提講，原來後聲音不錯，兩個嗓音很扎實，然後也很現代。是。兩個嗓音的從這個創作型的，後現代型的這個客家創作歌曲是非常適合的。但你既然做到要這方向，你就要好好的往這個方向去發展。好，然後另外一個你有其他參賽者所沒有的優勢，就是因為你已經是一個媒體人了，你已經是主持過節目了，那你在台上基本上沒有緊張這回事情了哈。對你來講還好嗎？還是可以跟兩個主持人談笑風生呢？還是很緊張，因為冇試過啲台上衝過嘅啊。沒有啊。開比賽啊，唔係。10年前呢，國小的時候。真係啊。所以喺 T8在台當過衝過比賽嘛？超。真嘅啊！我真係看唔出來。感謝你第一次留給我，我們這個舞台。留給我們鬧熱哈。其他人有好好表現哈，好好的加油。我還建議主講，一開始先求穩，不要急着求好。對。好，求好心切，那往往就變不好。我們先求穩，從60分開始拿出來。現在只要你及格就好了嘛。我現在就唱60分就好，我改天唱我的70分給你聽，唱我的80分給你聽，到關鍵時刻我唱的100分給你聽。這種參賽者就會長長久久的留在舞台上。好，都聽進去了哈，知道哈。好，加油，謝謝。對啊，所以大家跟我一個威霆就會求穩啊。哎呀，他下個禮拜也很求穩啊。他下個禮拜搞不好帶來一首《一輛碰先生》。對啊，很穩啊，對吧？好。會嗎？好像是真的哎，沒有。好，來看分數。總開上嘅分數。棒！是這樣。目前很過分呢。傻批兒。懂真。不是，你發生時間我也呢。
是懂综艺咖艺人的感觉。好都来好恭喜啦，好吧？谢谢安子 C， 安子 C，好，回做休息哈。好来杀下来。來自桃園人民葉小潮帶來豐田不負苦心人。哦，一條歌咩動物？今日帶來兩首豐田不負苦心人，因為我練動久咧，希望做得豐田不負苦心人順利過關。無人明白，唔好貪潤快，命了自家來安排。人生是海路，如果也要帶，意思攏難愛阮啊。有心不怕瘋狂已有態，有心將天海一條山，幾多將來，幾多命殺，千辛萬苦也會看，一份努力，一份殊勝，豐田不負苦心人。有冇主持人好？哎，你好。秋，哎呀，哦，足笑到呀，秋，客家人嘛？係，你係客家人，客家人。有冇客家人？哦，你講會了嘅。係講會了嘅。哦。來也是條路。啊？來也是條路。哦。乃為十條路。乃為十條路。哎。有啊。平鎮。平鎮。南鎮場鹽埔嘅。哦，鹽埔哦。鹽色的。佢桃園平鎮嘅東島鹽埔嘅工廠。染布的。染布。可能做個衫褲一條染。布配布染色的，對。跟你之前喺台北做乜嘅？沒做布誒。沒做布誒。都不用條帶濕棉，然後樹林買濕棉，龜山買濕棉。哦。你阿婆專門講好多冇冇講到客。哦。啊，強田不用黑，從開來報名嘅從客家歌。進來咧平鎮的時間上，可是哦，你平鎮人，你平鎮人啊？陽門人。陽門人哦，所以也唔屬於人嘅故鄉。係。啊，咁乜人介紹來比賽？陳建基。鬧熱的中介呢？真的哈。哦，陳建基。在球都哦，做義工。對啊。咁像呢？咩客家人呢？但是個對客家熱忱啊，比人家就行得多，行得大。有貢獻呢。對啊。謝謝。啊，希望咱多邀請這位唔咩客家鄉親啊。好，冇問題冇問題。係啊，鄉鄉記啊。海沙還有。海沙還有哦。還能有介紹？我嘅同事。哦，真的啊？有客家人嘛？因為幸福嘅客家人。哦，幸福客家人。是夢兒啦哈，陳太哥。安子謝，應介紹。好，聽一下講面嚟。葉正輝老師。實在講啊，佢唱得真好。因為你這個廠家，這位老師是講，他剛剛事實上有沒有音準有沒有問題？我說音準大概沒有，但是有點像在 KTV 喝醉酒了以後唱歌的感覺。哦，那很放鬆啊。係啊，所以嗓子實在講，嗓吼很特別，給你再一次機會，下次再選一個能夠更醉的歌，這樣子讓我們大家都被你陶醉一下，這樣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加油！來看一下分數來。葉小球的分數。好，恭喜過關，冇問題啊！安子先，我哋再別當錯。好嘞，殺下嚟入邊呢？來自哎呀，有 Q 嘅同事啦哈，來自桃園幸福楊蓮鳳，哎呦，臉紅哦。哦。本很英雄。你係我人生嘅第一擺參加歌唱比賽，我係唱嘅歌係本係英雄，希望我會過關做英雄。
你莫牵以后花莫把一风，春风这一不是傻逼，梦想通通。人生在世时运不同，是呀成功就穷一条流，真雷锋。世界落来世界拯救一枚穷，苦乐平庸一天爱忍耐，英雄翻身滚滚黑英雄。嘿，你好，你好，嗨，英雄你好。嘿，英雄你好啊！你好。哦，你真的脸红呢。哎，动紧张，动紧张啊！提摆来，提摆来。哎呀，其他的比赛唔是参加过呀。你讲嘛个东西？我讲。你做得比我较好吗？你做在公司啊？我谈的是。还是你是听视线的？冇，我谈的是。哦，谈的是。意思讲，你这个跟诺贝尔比赛唔是参加过？又一摆拼劲。拼劲呢？选秀会啦，他列入那个也是比赛。哎，该提摆。哦，这就是选秀会跟。对，他把第四线给我。哦。啊，你有冇认识陈建奇啦？有，叫个同事。对，同事。哦，同事。哦，所以其实很唔来讲拼啊，你错。还有那个柯 P 嘛。哦，那个柯 P 哦，佢係主管。主管還會再來冇？會啊。會再來哦。佢哋下無限。佢下無限，好。好啦，安尼今日創作樣板吼，迄個各位啊動物的各位哈，睇下這位先生。好，這位先生，什麼你好，論愛公平，連封信上一號。好了，我會的講完了。真的，因為我嘅開封咩講冇嘛好哈。好，體擺嚟比賽天會緊張嘅，你平時都會體會到，咩會體諒到哈。看人面笑容出啲嘅，笑係真緊當緊張。當然托安尼歌曲。因為歌詞也好，歌型也好，一聽係嗰種雄壯威武，雄壯威武唔過咧，愛唱出氣勢當然，唔過也想做得，你絕對可以駕馭。可能太緊張嘅，你就企到七啲唱，當然咧唱國歌，嚇，就會影響到。當然啦，第一擺上嚟唱歌，安尼算當好嘅。我喺講嗬，撲嘅愛準出唱真威風啦，出唱一枚蟲嘅位。可能聽見種撲嘅都落踢。世界落來世界拯救一枚蟲。還有老師，你既然係我講客家話，老師應該冇按查證錯嗬。我知道係你愛，這個講嗬，特別來新嘅同學都講，我唱歌以前，歌詞成音下道邊嘅位，彈下熟嘅位，當然來台下可能。我100分咯，上台可能只有60分，唔再香港啲台下要做到150分，好冇？咁緊張嘅問題，我知道有當多嘅方法，譬如講上台前，你要深呼吸也好，還是做一些伸展操，唔是講人笑，好冇？下擺次看啊，我知道係老師應該上嘅這個堂，一般因為我上年上以後，我部分係有過啦，其他先生我唔知哦。唔體驗就怪奇啦，哈！可以啊，好嚟，看一下分數嚟。用連峰嘅分數。恭喜，冇問題哈。係啊，安子生哈，真係當錯。好嚟，接下來。來自台北市鄭志怡帶來熱公公。好嚟，彈款啦嚇。熱公公秀才郎。請問入邊寫咩？來自哪邊啊？小奴帶菜上南邊。係嘟嘟帶到山東邊嘅別啦講。老年了，
身体有较好的啊。应该可以的吧？你看松拜人欧绵呀。你要拜咩？你看这个播出呗，欧绵啊！我第一擺參加客家嘅歌唱比賽，就獻本老年大擂台，希望做得好嘅成績。日頭睇啦南天，為行愛一條路，安靜嘅也要想起阿公嘅自由。天邊係馬嘅世界，愛經行經驗，心轉起間。對阿婆嘅舞卡有1800條故事，嘅牛年數下強下條公公。天丘地背欠線嘅陣呢，愛等強下咪喊呢。為了馬街愛離開，頭擺單純嘅世界，少年童年。月光光秀才郎，兩個故事我已經詳細談到台，對頭擺的流傳來。月光光秀才郎，根本與愛登邊那麼一樣，給月光帶下光顧的老人家。少年童年。主持人好，主持人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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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愛哦。好像有娃娃哦。對啊，很有印象呢。什麼？什麼啊？會講啊？一起來競爭。會緊張啊？係。你唔會緊張啦，咩都有經驗呢。因為第一擺唱流行歌曲。咁我之前係唱乜嘅？以前係唱傳統戲曲嘅。我真係啊！哎呦，傳統戲曲啊！係，你唱傳統戲曲哦。客家太戲嘅啊！艾屯國樂。今日我來到客家電視台，老年大擂台嘅節目。啊！看到一隻當電影社嘅小阿妹，請問一位小阿妹來自哪位啊？小奴帶菜上南邊。好啊，瓜子一盤啊！帶到山東邊啊！我嘟嘟帶到山東邊嘅別拉角。哎，沒有，我唱下。我從以前我先喊起來。喊起來，喊起來。比如講，請問小阿妹，唔看到我係小阿哥誒？老阿哥誒啦。哦，唔看到我係老阿哥誒？有乜嘅感想冇啊？就係公子啊！樣板。咱我開始唱。好，開始唱。一兩啊，子啊，有啊，聽父那姨媽，南得啦菜呀子。
歌啊，通天落子啊，太路啊，嘛上溜溜台南，请问也位小姐？也为偌个创拢样板啊！真的，哎呀，很好啊，很赞哦。请教一下，你参高中几岁来的嘛？唔系，唔系啊？还来认真啊？哈哈，嘿，因为跟客家戏剧学院，嘿郑校长你应该认识嘛？认识，认识嘛？嘿，中尉系挨来比嘅。乜嘢？周伟。郑中尉。哦，中伟啊！哦，上礼拜。佢上礼拜来比啊。嘿。按读叫硕士。有一位有访问歌剧。有访问歌剧哦。客家报道，客家天台。嘿。哦。按主持迄时段的第多点？拜五嘅同主头12点到1点。哦，哎哦，人家这位空中情人的嗓，跟你唐多人个嗓都会熟体嘛。你有咩骨质疏松症的熟体？咩个嗓当然你冇看到人啊，个唐多个嗓，各位亲爱的客家乡亲大家好。冇爱用啦。我有，就看到人哇，客家熟，我拍片了。你还好吗？嘛，等等一下。老阿哥，你还？这因为冇想要来播传统歌，想要播流行歌。因为上个自家唱嘅流行歌已经不得诶，想要练习。哦，因为平常时候也就突然那些戏曲嘛，他想要改变一下，转换一下，冇同样的表现，对不对？就是冇同样的挑战呐。按本身客家人。我系客家人。因为我听讲客家戏曲学院的东道学生的唔系客家人。青岛同学唔系。系啊。但是就2-3年的好多讲嘅客话讲到边人就行啊。哦。啊。系。我系客家人啦。你客家人？哪边客家人？苗栗嘅。苗栗。我之前嘛想去突然学校呢。我真紧啊！之前啊，系啊，想要突然一间有报考诶，头摆时间有报考诶，差2分。真的吗？伊讲爱要给上一条时尚的脸，模仿出手眼镜。好，谈公平好嘛？啊，谈公平哈。其實耶穌嗰位我知道先到，唔知係當位 talk 出嘅18位嗰位。好，耶穌嗰位係因為我哋因為耶穌嗰位，將會喜歡你哋客家歌。好，所以我知道因為對耶穌嗰位詮釋也好，唱歌嘅方法也好，其實我當喜歡。所以講，因為平常時也專業啲傳統嘅關係，所以講，人嘅上線嘅部分可能有時時會因為傳統嘅關係，你想去專業也好，人哋流行上線也好，唔較會把握唔到。所以可能要注意幾點嘅嚇，所以今日有咩較緊張啦，所以人嘅上線會準，所以會準到會讓人感覺講唔係咩強，唱唔出來嘅感覺。還有因為人哋流行歌嘅地步要當重要嘅一件事情，就係人哋撲嘅。撲嘅落點㗎，嘅落點咧，因為有節奏嘅關係，所以落點嘅平常時可能要注意到落點嘅地方，你係咪落準？因為當人會唱歌嘅落點會落到當前面，人哋音樂上是冇落準，所以彈起來你就會一直唱破嘅，所以希望講也嘅部分可能要注意。阿婆嘅舞卡有1800條故事，給牛年數下強下調公公。還有另外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穌歌嘅，因為人嘅上當 pure，就係當清純嘅關係咧，所以唱起來適合冇唔錯。啊，唔過佢當向耶穌歌嘅地步，有幾嘅話可能愛用專業嘅方式，唔做冇轉到按講，所以可能愛更加練習到嘅。好，我希望講做得冇按緊張，因為我上正經當講，我希望講未來嘅舞台唔做得更加要發表嘅機會，安尼，好，安子 say。
唐子生哈，哎呀，再来我再唐一遍唱一遍哈，老阿哥嘅講法啦，哈，留給你欣賞。至於苗栗人呢，哇，很強哦。你是從苗栗待過嗎？冇。但是爸爸媽媽在苗栗待過。好，你都台北出生，台北待好。因為貼調查你。我先講，哎呀，聽到好聲音我就有這個衝動哦。我先講。什麼衝動？聽到好聲音的衝動。不要這樣子。你旁邊一點，沒事，旁邊。謝謝羅哥。那我要謝謝國立老師。我可以襯托他，那我就去散彈，不要那個嘍。不要那個，請自便。再見。還好有這一個小小的大平台。我就跟你講說，我真的差2分，就是因為臉長得太時尚，就不能考進去。來，繼續來。好，來，我們聊我們的，不要理他。沒有，我要講我今天真的對子怡的感覺。一開始一個很羞澀、東江上風的小模樣，其實舞台中，我甚至一開始在那個前面練習的練 key 的時候，我當替佢擔心，要小模給面一條歌可以衝來版嗎？他這麼深闕，這麼深色。這麼阿江上風，一開始我真的替你有點小擔心。對。過來還好，日上出來以後，哇！第一個真嘅當緊張，哈啊！因為從頭到尾兩個嗓，你的音準都一直在飄，不是很準。你的氣還 OK， 好，可能平常專業訓練的關係，你的氣還 OK。只是你對流行歌曲這一塊，可能因為練習不夠多，或者是練的歌不夠多量，你的歌庫裡面的量不是那麼多。所以你的信心也不是那麼夠。我要給你一個衷心的建議，就是說，可能因為你長期以來習慣了傳統戲曲的發聲，它跟流行歌曲唱歌是完全不一樣的，對不對？所以好，你的底子既然在傳統這一塊也沒有關係，因為那傳統那一塊是訓練你的氣，好，訓練你的氣跟你的聲音的穩定度，那個底子拿來流行是用得上的，只是要在技巧上面要做一點點改變，比方說你的音準的部分，比方說你的這個表情的部分。需要比較流行的，而不能那麼傳統了。這些建議，我希望你聽得懂，也聽得進去。那對你往後的路會，好不好？期待你長長久久留下來。謝謝。謝謝老師。好。那你自己看分數哈。看分數。你主持人啊？你主持人。哎呀，大家來看分數安尼。看分數。自己做結尾哈，用花旦的聲音。哎呀，好棒，做得嘛？有過關呢。因為手機啊。哎呀。分數做得嘛？做得哈，有滿意嘛？還做得。吃到是加油真的嗎？冇。哎呀，請老師。老路做啲啊，共送啦，按字寫下。抱歉。像專業別當行錯手來。哇！傳統就天一禮拜開始，來結束評審欣賞，好嘛？係好，來評審欣賞，羅伊欣賞。欣賞，李川欣賞。哇，比賽佢是很顯而有請一個學姐啦，好了，示範比賽哈。好呀，學姐懂厲害哦，很資深哦。哦，來比當多拜了哦。係啊。詠春蓮帶來評判。當然啦。他。
什么太嘎？哎，哇，叫莫见呀，嘿咩？要來哦，來比賽啊？沒啦。見邊一來表演啦咧？學妹也得學弟學妹啦，打氣吼，來打氣。我跟學妹學弟講乜嘅話打咯？氣同佢帶來嘛。你們要加油哈，不要害怕。唔係啊，比賽一度拜。算不清楚。算不清楚，咩差唔多台中做的頒獎本嘅哈，應該可以哈。但是其他種精神做嘅安雅做的學習嘅啦，佢一直想發揚客家文化，哦傳承下去。所以我要搞，來搞啊！根本人就貼片就來人節目啊示範，講真冇比賽嘅創嘅就較冇壓力，較冇壓力，創到同好。什麼你本來來表演，冇人嘅咧用。他把一市場哈，嗰條阿婆講，哎，山歌王，我都會嚇到啦。為什麼？係啊。要麼一比賽呢，我說很累啦。唔會啦，也都變開心情，行出來也比，哦，當然有一啲目標啊，啊，我逐禮拜做一個老年大擂台比賽。因為目標啊，人看唔會相東相西，對嘛？哈，啊，人看唔會老啊，對嘛？老就老咧。哎，是不是老了？又來。來。會哦，我換第二波了。安子誰？多謝哈。啊，旅途愉快哈。謝謝。謝謝評審老師。啊，我要我什麼？唔知啦，唔知哈，唔知。太感到黨說。好。安子誰啊？謝謝。好，安尼看到安尼台裏邊嘅示範以後啦，哈，安家再請先生嚟講一下評分嘅規則。今日有請到賴仁真先生。歡迎安家8位嘛，一個會選嘅選手哈，歡迎亦都來老年大擂台，嚇，今邊會選，其實呢會選啊，哈，比較一唔會講。真困難的、真嚴格的咁樣啦。主要就講第一，然後對白。個第二呢，歌詞我記得，安尼翻呢，應該相信呢，要會選就冇問題啦。好，大家加油哈！好，安子謝哈，第二有聽到哈，啊，哎呀，莫跌詞，啊，莫跌撲，啊，還有司機八姐，又來司機八姐，還有加油，哦，加油啦！好，有請 TV 參賽朋友，來自桃園市鍾一賢帶來平板。當然啦，鄉親朋友大家好，我係鍾一賢，我又到咗嚟變山歌咯，希望下擺嘅成績會比往年嘅更加好，加油！
同前朋友大家好，要見面啊！哦，一來一個鬼嘅咯，哎呀，叫我看過啦。我一來一個鬼，本來都個鬼，一來一個鬼，啊，見咩一來一個，按個係啊。哎呦，木匠拿下落嚟啦，冇憑木匠嘅。啊，身體有卡嘅種，我頭擺都冇法土講去，那個戴啊那個假睫毛，所以我就戴木匠。啊，因為燈光卡啊，照到我。你有青光眼的呀？有冇個？可能那個時候以前的身體不好，不知道。哦，對。而家身體有較好呀？應該可以了吧？你松拜人我面呀。你要拜咩？你快這個播出咩？我面啊！松拜人咩？我面啊！冇藝花藝都衝。唔有幾好啦。OK 啦。見咩老朋友來當到拜？係啊，創作樣板的唐先生的講評下嚟，好嘛？有請到賴認真先生。好嚟。講一些五詞哈，見邊人唱歌呢，不論台風方面啦哈，也係講做音樂了呢哈，也唱嚟相當嘅有嗰種水平以上啊。但是我一直我認為講哈，唱嚟講嘛，喺度唱歌嘅哈，同講法一定要有基本啊。做乜東西呢？唱歌嘅要唱嘅本挑原音啊。怎落去做嘛咯？勢必爭係等做強必贏啊！按你話就會較軟較高級啦。但是呢，你基本上哈，你假是以講法嗰種方式嚟唱平板山歌詞嘅話，我所以有一啲啲咧哈，尤其一來音來去嘅時間，會變到讓我前面了，仲要散啊。當然，用講法嘅散歌，其實你講啊，好也就二音變調嘛。但是你唱嘅時間，啊散歌，叫散，同樣散歌。那看遠咯，其實山歌不做比看遠，嗰陣聽一句是的，唱跳了山啊，別人叫山啊，一個暗藏嘅音節中間嗬，應可以嘛咯，是做比爭，唱跳了山啊，歌啊，一邊按你翻嚟，山一張，歌一張，也就按到四張強烈啦。然後呢，有嘅人就人家哋一首詩啊，有冇？天賦樹，冇樹再吹下來，天賦了樹，樹就樹啊，因為樹一下出下來，就變到講呢，也就開，有冇變到樹，變到樹，出下來就變西上嘛。好，各位哈，太穿前面，太穿了前，冇太穿了，變到穿。啊，你翻嚟哈，有一啲啲嘅。會變到講本強條啊，嗬，拗死條咧，所以變到嘛咯，我都削腳實力啊，變到強條當好彈，但是人家試驗，人家彈起來嘅話，我知道有一啲啲嘅可惜啦，嚇。沈夢先生，可以下分數啦，中一線的分數。沈夢先生，當過分，過關，恭喜啊！安子姐最尾當場，我哋殺嚟。為咗慶祝新豐，鍾玉珍帶來三個字。嚟聽下啦。一擺轉來一個比賽，我看下伊其實嘛冇較好。你睇下人老公打起時候咧。哎呦，你老公又來啊！阿哥恭喜，你們這個唱法真特別。啲咩長島人唱嘅羅山歌嘅準音做得準到。準到阿婆都係。大家好，之前參加地方性嘅比賽，將有前好嘅成績，希望今日來到鬧熱大擂台有很好嘅表現哦，請大家為我加油！难了。
梦一了门啊，福彩成了山啊，有眼了情啊。哎呦，两位主持人好，唱得好嘛？非常之好，非羡慕羡慕，非常之好。哎呦，哎，你3年前有来比赛过？有。跟志谦来比赛，唱到按好样咪本人打天。冇啊 ，PK 賽是本。哦，PK 賽啊，國體咧。 PK 賽出道比人較強嘅係嘛？同學。同學。哦，你很帥哦。一擺轉來一個比賽，我看下去其實嘛冇較好。哎呦，咁樣個啥？唔看下去人隊友，隊友，大概暗強吼，睇個暗強係咪吼？啊，有一個人吼，跟有日嘛有關係，夜嘛有關係的咧。唔怕我讓俺老公打的時候咧。哎呦，你老公又來啊？係滿意啊？嗨。哦，做工嘅隔壁啊？差。跟你老公啊？啊，跟樣板啊，個專業木卡會上打麼？啊，唔怕啦，唔怕，唔怕，負唔打人，幹掉他就好了。哎呦，應該是他幹掉你吧？怎麼是你？跟你說，一擺好看的，但蠻精彩的。兩公婆哦，互相嚟比賽哦，哈，而冇咁嚴格就係啦啊。推燈比啊，那推燈炒，啊專業木下貨，係咪？好嘛？哦，推燈炒，哦，好，來談公平。好，公平。來，劉英老師，好，狀態者吼，首先吼，我先來講呢個優點，就係呢，第一，呢個上非常嘅獎，好動獎，所以應該音質動好，我相信應動人安講啊吼。不過呢，你就係呢個優點，不過也係你要特別注意嘅為所，就係呢，因為呢個上有獎，不過呢有獎。好，所以你要會表示你唱歌嘅時間有氣從散歌哦，吼，為下每險嘅為所就係應該音高啊，會偏高，所以你彈起來嘅時呢，會了緊張，好，講講你下係唔係音調高，你嘅聲音就會變態咧，好，所以最明顯嘅為所就係聽耳機，吼，手氣，好，手了陣時你唱高音嘛，吼，韓國，係講。練頂嘅事就係第一句吼，難太假，你就開始唱嘅時唱出來，如台上聲音如歌，彈起來就了，感覺好像沒有在繞音樂又放強下。難了太難講，愛意了情啊。好，韓國樹木應該是隻有艷情，因為愛樹咧咪心情不用輕鬆咧，應該音有喊下高調咧。好，所以你要注意。其他咧，我知道應該潤啊，韓國應該腔味都做得當好。好，施夢怡，施夢先生。好，來，陳老師。總玉整的分數。基本咧，我唱唔唱都應該會過關啦，啊！好，希望。一般伊人老公打聽唱啊都變較高分樣的呀。佢強耳機啊！哎呀，哦，啊你一下子先搶專業，我哋有請你老公來團火的哈。好，希望。變下嚟啦啊！對，好來殺下一位，來自新竹幸福，關德基帶來評判。嚟，等我啦。喺3年前來挑戰老爺大隊會冇過關，今日10個來參加老爺大隊會順利過關，加油！
山歌流从哪来呢？地你流从哪？唱出了山那歌啊，想家了乡那。客家了文啊发那，烟流了烟呐，客家了山那歌啊，干地了用啊。谢谢。可以。两位名主持人好。係你好。好。大家好。睇歌好。樣板用廣播超電台啊。你企喺邊等用你咯。係啊。唔會講吼。企喺前面對。那看人家個姿勢吼，平常時他們講假的吼。冇用。哎呀，我看人太太都懂吃鹽，懂吃菜。幾下菜啊！我嗰日要必須個。哦。啊，冇必須嗎？我必我上班。要我必下冇命。我擺所以是講人太太較強多少個啊？錯。哦，你假是講人個分數比人本樣較好，本樣，人太太本樣。嚇冇可能啊！嚇冇可能啦。我不會必須全部小啲。冇一天哦，冇一天哦。冇一天哦。係啊，冇一天哦。那先談公平。好啊。哦，對。謝謝嘅先生。好，關先生哈，今日你帶來一個評判啊。其實我看你唱歌嘅時間，我請問你咩學有請教冇？唔可以叫啊，唱歌。 3年。哦，學3年係，好，迄3年我就多少講一些咧哈。唱山歌盡量我比較輕鬆，我看你從頭到尾嘅書無停通啊，係嘛？完全係緊張，唔是緊張嘛，也係開線嘅時間哈，唔准盡量比較輕鬆的位。聽嘅其實菜肴伴料方面而家猜啦哈，一般來講可能還要多少再加強，尤其喺轉運嘅時間。要你在梯段山歌唱來1場嘅時間，佢到落班嘅地方就多少一些鐵突咯，也就要注意，也係完全係乜嘅，唔是講一緊張落去，所以你在嘅比賽嘅時間，規則嘅節奏來講，上就變硬睇咧，唔怕，既然來比賽，就盡量來比較輕鬆來同佢唱，尤其一個還有嘅唱出山歌。上家鄉嘅山那個啊，佢大音落去標冇乜嘅下，佢完全嘛，你緊張嘅咪後練個卡定你啊，所以我要講個，家下人家嘅前面嘅裏邊要講嗬，嘅楊春年小姐要講，盡量標輕鬆，你輕鬆落去，然後你改善視野就會當本開放嚟唱，你緊張落去縮睇你嘛，所以當到像我做完呢做唔出來，變你只能講你講嘅硬嘅要呢。尤其以後可以繼續在比賽化，自家一天要多注意一點，再加油哈，加油！謝謝。好，謝謝。盧英老師。歹勢吼，因為講過狀態即順沙佬，睇過講一下兩公婆就咧轉去強下練，就係我除咗睇講吼，睇講呢個起，我建議啊吼，強大，做得下高調，吼，所以應該潤呢，做得講師張強演。吼，唔講嘅韻，做得行下講，吼，就係應該起係種做得下高調，依個你係聽伊佢唱出山歌，嗱唔會按大，係強大咧，吼。唱出了山那歌啊，
第二篇係講安代，我就感覺已經當作啲很旗下歌調，我去到會係好彈，然後會係好唱，好本建議啦，是嗎？謝謝老師。這樣哈，咁我講我專業練下嚟哈。好啊，好好練。但是先看一下分數哦。佢要機會再練麼？有這樣。誒，講得起分數。好。謝謝。多謝啊，董粉希。哎呀，專業好好練。哦，謝謝，加油，謝謝。啊，所以別當錯哈。好嚟，殺下來。來自桃園平鎮陳能村帶來平板。好嚟，彈啊！禮拜鬧熱大擂台，我老太太共下來，希望能夠順利過關。心肝了向我來闖啊，山過了來自難，忙地了闖我出啊，哈那麼來強啊。你好，哎，你好，陳不太公差，好。創創一個團體了呢，哈，哎，特殊的唱法。哎呀，特殊啊，哎，陳太公，請教一個問題吼，按唱歌嘅人姿勢啦，要屬於聽話的，空後不一樣會唱嗎？這是發音位置嗎？不是，本來這個手有沒有要比或者怎麼樣有沒有哈？哎，不太好看，因為是電視台嘛。啊，平常看我們就會手拿出在前面啊，放在後面來說有沒有哈？比較規矩一點。按講啊，你嗰種唱三民主義呢？哎呀，有錯就去頭擺去，去頭擺去忠烈祠的，你在講的嘛？對呀，我們以前是我們是35年次，有沒有？以前當兵35年次，你連幾年次都講出來給人家。對呀，那有什麼關係？其實老人家有什麼關係？沒關係。不老，看唔出來，老了呀。要追尋他們瘋了。特別講到老，我只想我唱歌誒。不老。好啦，來唱到樣板先聽先生來公平啊咧。邱海先生，唔講上台唱歌會緊張，你真係緊張啊！當然唱歌，我感覺你唱歌嗬，你吞落唱分面，咚咚咚咁嘅，邊個咁嘅唱法？當然你咩個咚咚咯咁嘅啦，唱歌嗬。還有當我會彎氣，4節8節你都冇注意。哦，上到台燈你會有彎氣咧。上到了來台喲來燈啊，要見了來裝啊。所以今日人家吞落，你個吞落要人注意，分面唔過人家吞落點，俾佢咚咚咚，俾佢彈落就係冇順意。哦，注意哈，所以呢呢連春香，我希望下回唱歌是很輕鬆的先，冇跳下跳，哎呀，卡咧，唱個忽然樣嘅啦哈，注意啊哈 ，OK， 好，加油哈。好，安子謝，謝謝。
好，谢谢，好看分数啊。陈南纯的分数。容易啊。谢谢。好，按这些专业人潮哈。慢慢的喊，冇要紧。好了，也杀了，夹不用了哈。不用哎哦，由来自桃园平镇罗一文带来《老山歌》。来，弹过来。今日来到一个节目，唱歌的真开心，可以留大家结朋友，希望大家老爱加油。心埋山子，插班从良，爱心买来呀，好拍亮阿哥恭喜，弹琴思了，爱拍到了。天公啊，心不呀，创作俱佳。哇，给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什么？对呀，唱不好啊，不唱到会啊很好嘞，嘛很久个没唱的。呢，伊文这个唱法真特别。特别安尼哦。咁做咧，还没唔对啊。哎呦，你搞唔掂咯啊我唱唱哦，我都要想到立秋下先生。哎，你哎，讲听你到你先生哦，哦，嗰不得了。咧有啲個唱法有嘅無誒，同佢首歌嘅學記啊，係啊。歌唱比是堂姐，歌唱比更上一層樓呢。好。準音無記準安排。哦，安尼係嘛？嘅音質真好啦，不過準音聽到的，準阿婆都係。啲咩長島人唱嘅羅山歌嘅準音做得準到啊！係啊，厲害啊！厲害，一懂鐵數。很特別的唱法。到底一種唱法樣板呢？請教一下來人真相，是彈歌人唱法嘛？其實呢，歌啊，各散人唱啦，講人唱順，講人強啦。對。但是呢，基本上啊，唱羅一文是呢，唱嘅也生腰，但是呢，生歌腔啊，也需要曉得調韻來啦。反正你這邊的嘛呢，也生腰暗亮，但是呢，都是迷音嘅時節啦，唔拉啲咧咩？唱嘢嘅音樂多嘢嘅話，好拍亮嘅到啊，迷音數嘅時節就冇氣啊。好拍亮各位呢，聽一點呢，最注意就幹嘛呢？人嘅詩音啊，雖然羅山歌，就唱廣化中央，這廣化詩要俾我爭你喎，嚇，唱嚟講嘢插班床一插。好，莫插班床，
拆，你用个长咯，就拆拆班床啊，安尼话就做拆。我还有嘛呢？好拍亮，好拍亮啊，唔係好拍亮啊，咩亮啊亮啊。我還有就第三點呢，係嘛咯？就講喺度講法嗬，睇緊人講一世人啊，師傅樣嘅講法，係嘛咯？講法要嘛咯，要技巧。當然講法呢，嗬，我講喺會印象，下一句又叫我講乜嘅？老三哥就係要有安尼嘅精神啦。所以人面前呢，人哋都講關於團結嘅問題啦，嗬。所以你講新買三子樣嘅咯，嗬，拆板床，新買三子樣嘅拆板床，一心做嘛咯，買來啊，嗬，好拍亮。阿哥樣嘅咯，講起團情詩，安尼翻人意味講阿哥樣啊，我唔可以講，唔知我係我聰明嘅，阿哥樣啊，講起團情詩啊。拍到天光啊！拍到天光，唔拍到了。天光心亮，天光心亮，俺就以為啊，唔對，一團結啊，拍到天光樣啊，心唔亮哦，安尼嗬。所以講呢，呢個講法講，一師傅款，神叨叨嘅，就係嘛咯，團結嘅幾種所謂個講法技巧啦。所以呢，唔可能呢，假使往安尼法嗬，老三哥唔免講一天朝地抹嘅，嗬一度安尼格式去創啊。我看詩意，人哋團結啊嗬，安尼發展一種用講法發揮到最高嘅技術啦。嗰個詩音一定要爭啊嚇，嗬唔好講因為唱歌嘅嗬，那個詩音都唔對啦嗬。所以呢，我相信日生呢，好好嚟發揮嘅話，應該有前途啦，嗬，加油嚇！先嚟看下分數哈。羅一文嘅分數。謝謝。容易，好，沒問題啊！現在別當頭。我之前有唱高歌，請幾個先生，好，因為我你這邊有唱老三哥，我唱怎麼樣叫因為佢頭班人聽得嚴係咩？佢嚴的來是這樣。就是你唱嘅時間會聽到我吃氧啦，你就會聽到啦。但佢可能唔聽到嘅來現咧，可能就得到帕金斯症對嘛？沙雷。沙下類入邊係做得錯冇，來自苗栗鐵屋林彩麗帶來平白。來聽看啊！愛上了來開那。啊哈！啊哈！啊哈！給我一杯忘情水。這有關係嗎？啊哈咩？啊！有何了？我乜嘅名，可能強照啊，可能強照輸嘅啊，持照冇有啦，好彩冇可能巴嚟啊。大家好，我又來喲，要拜進來農業大賽比賽，係為到阿泰，因為佢同好聽愛唱山歌。希望要拜做得順利過關。
声音哈。好。细细年纪也已经有台中之风啊！台中之风。哎呀。有哦。东本啊。有没有？会紧张啊。大礼拜拢落下个观摩啊。之前呢，逐礼拜来做迄个观摩呀，也平年来。干妈强下来，佢會緊張。哦，記得啊，佢買豬肉嘅干媽。買豬肉嘅人。哦，所以之前本日干媽先來，啊，唔知也幾隻個再嚟變是？本來是愛強下來啦。係。啊，結果咧？香港。以前來。母女厮殺有點不好。哦，你用公婆都厮殺嘅呢？唔敢啊，佢啊，唔係你。好啦，因為佢張學啦。想講首先專心搞佢創啦。結果佢創嘅成果係唔搞佢啊？一部分。對，有一部分。有一部分也是假揣摩誒。佢出價之前沒有學，喺後來認識我過後，我有搞佢一系列。哎呀，那好家真冇跟人搞廢氣呢。我先嚟談一下公平啊。係英英老師。好菜列哈，見來見台咧，所以應該推風也見來見穩，所以呢對呢個上任哦，上嘅讓得本得建議就係講，呢個任職當好上也非常嘅講，香港後生人後生就係本錢，好，所以應該上呢做得講當輕量，好當輕啊當量，咁個也係因為咁樣，所以呢談起來為可能聊可能像安尼是竹筍啊，吼，係攝到。好，樣板本嘅係甜，因為本嘅嘅上任表現圖係溫柔的，好，但係咬絲係圓潤一點點，好，所以呢，呢個你係貴屬歌曲彈起來會很下流暢，就唔會睇哦，你係後生人從嘅山歌冇乜嘅歷練嘅感覺。好，因為山歌上是好聽，也係因為你有人生嘅故事，有人生嘅歷練，從而出咁樣嘅感情。好，所以用辦法介意咁樣嘅感情，就係呢，你嘅上任表現，我再個修飾一下。好，譬如講，你嘅上動講，唔講你嘅鼻腔共鳴程度，咁樣上就會用心，就是太尖，每一個字都用衝的衝出來。用辦把它修飾到很下降，就可以解共力。好，唔過基本上你從到經驗非常嘅好，好是嗎？是嗎先生？好，仔細來看分數。林菜的分數。是嗎先生？哎呦！哇！36分啊！哇！這些。那多麼本也都落人家面子，對吧？哎，你這樣講，你會壓到人家啃呢？冇講還好呢。真的啊！好啦，恭喜啦！謝謝。好啦，最尾到錯。好，接下來。來自台北市劉彩霞帶來3個字。等我啦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劉彩霞，今晡日係我人生第一擺上天師。唱山歌，希望我嘅山歌能得順利過關，也希望你會喜歡，是我人感謝你。人生了來採那來寫。上了來可以那，
各位主持人你好。你好。啊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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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我一杯忘情水，换我一夜不流泪。这有关系吗？啊哈呢？啊哈。叫我阿哈姐。啊哈没？彩霞姐。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彩霞姐。彩霞，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家姐咧跟有什么关系？他就咁有中央，冇中央吧？冇啊。係啊。哎，不要惹他，不要惹他，不要惹他。哎呀，中央哦。哎呀，中央哦。呀，资历哦。对呀。大门城呢？没有啦。上升眼的空红呢？录音嘎没有啦，这个是在玩的。啊，最近有啲做晚会啊，对不对？没有啦，不推戏啦，寡戏啦，全部包了。偏失的。偏失。哎，那是高成绩。高成绩，跟一般之前做的时间都呢，都我一场。都随便啦，反正透形容啊，做嘛就好玩嘛，好玩嘛。佢假使講表演用嘅，迄個是形容結婚，係形容形容係。講司機啊，司機八隻。講司機八隻啦，司機就有講司機八隻啦。我咩講講司機啊？就講形容上來一句話，今日家財富貴家，形容萬年神貴子，富貴子孫滿堂啊！我就隨口啊。哦，還有嘛？還有比較特別。講青島啊。一有學路啊，一有貴嘢啊。有一個貴嘢一個。學路係想較好笑。學路係，學路最好笑就講。新郎新娘真高義，新娘細水無得比，新娘滿年細貴子，代代貴子好有氣啊。係啊，我就隨口啊嘛，就正在。哎呦，這種偏失嘛，我就隨了這。我在說啊。不是這樣嗎？講完後面有個字，氣哦，你冇勁哦。好啦，安尼唱幾個先生的公平啊哈。好，安尼菜下子哈，其實真的唐人唱山歌迄個香酥，你的山歌子係真的當傳統，啊，當傳統。以前我記得我哋錄一批當到按樣唱法嘅，但是呢，人講嘅，佢係按隨性的唱法，隨性。按樣唱都做得，跟人都唱快樂無相干。但是按到也鬧嘢打擂台以後呢，就會同講下，聽人家嘅咬字就要注意下。好，比如講天氣人生了，沒人生變成呢。人生了來猜哪來寫啊？嗰還有人家嘅第三句嘅人家嘅詩嗬，百般事業認真做。唔唱到百般投入，啊，當然啦，投入老師也比較差唔多，喺做 A 流嚟講，但是只能講做人寫詩來嘅同嘅評分。忘記了。忘記了嚇，冇相干啦，但是呢，你基本上整體來講嚇，不管嘅韻味也好，人嘅音質也好，也做得講唱來相當好，每個。就看下度視意評審，可以還有再機會來唱下希望。謝謝你，謝謝。你唱得很好，可能用到詩啊，你唱唔錯。唔敢。你會影響到動態喎，唔啲。好嚟，看一下分數。你要猜下分數。謝謝。謝謝。好，安住先，謝謝。好，安住先。阿吉。好嚟，殺下嚟。嚟自桃園中辣。羅啟正為帶來三個字。談完啦。今日天拜就有啲鬧嘢大擂台咧，真歡喜，就唱歌本他自個堂，希望他家人加油。
哎呀，主持人哈，嘿嘿，阿妹档，嘿啊，阿妹档，阿妹档，啊，阿妹档，阿酒子哈，姜酒子哈，姜酒子阿公人啊，王的名啊，係咪啊？你有冇睇台灣中姜酒啊？係咪？係喲，撞下要中有中姜酒啊！嚇，一係上市姜酒相當係出隻名嘅安樂啲人嚟啊！乜啲阿公人啊，安尼啊？誒，奇係怪。阿公，係喲，阿公安尼。係啊，強樣啲嘅中姜酒啊！哎呀，可能冇啦，可能喺度看到誒，唔對啊，安默嘅名，行到禾塘咯，哎呦！看到姜酒啊，看到姜酒輸嘅啊，豉椒冇有啦嚇，係咪可能啊？你好彩好彩冇看到八嚟哦，係啊，哦，豉八冇。姜酒，真按姜酒啊，係嘛？誒，佢做乜冇來呢嘛？做乜嘅比賽啊？咩？佢嘟哦，佢踢敗來嘛，係嘛？踢敗來錯。你判4場比嘅時間，嘟一個踢點喺我面前。係啊！啊，佢想，哎呦，我呢大腿4場比哦，啊，係冇好啦，我哋吃看下咧。吃看下哦。就本吃爽嘅啦嗬，啊，就嚟天使台風嘅咧。誒咪按度誒緣分呐。緣分係咪？佢又唔啲嘢較緣到誒，即嘟到啲人我面前，即係唔愛來比賽。這唔來。係啊。不係來練習啦。這唔愛來，這唔愛來。練習。談一下講面，好嘛？係，分享邱亞先生。啊，酒子伊可愛吼，吃上會對人屋面前，所以今日有啲機會來，嚇本嘅練膽量真好。啊，你鬧嘅大擂台了，就舞台說本大家平常時，你中意講阿鳳講，都係練啊，上來一個挑戰，一個實力，哦，都非常嘅好吼。跳，唔會跳就慘嘅啦。緊張啊，係啦，唔加唱歌緊張哦。係啊，真緊張。你各位參賽者。一上台唱嘅時候，面色是皺起嘅，嚇。係同時你看到你嘅評審先生逼起來咯，我看唔到喊得緊張。哦，你唔好講你評審先生，然後你嚟評語，你對佢下乜嘅東西不講，你就好好表現。啊，就從你個評審先自然地位，你將你最好嘅呈現出來，咁就能夠拿到真好嘅成績。將你咁樣山歌啊！沒山歌，啊，當年唱到山歌是歌體的嘛，有好聽嘅時節，你頭前後背用力跳唱，後背你輸音嘅時節，你是多少會來音，找梅。山歌了，好難唱啊，又好了聽啊。我記得輸音強弱這個要去做。非常重要，唱歌你個關鍵我哋抑揚頓挫，你強弱你做得好，你表現從強，你表得好就非常好嗬。係你歌詞嘅時節，佢哋係講四季八節，你歌詞嘅時就彎起嚟，哦，心莫強嘅時節，你強啦，你只心莫強嘅莫嘅時節最高音，咪的音，所以你帶高音嘅時節，你注意用白起了，大音送上去，我都去注意的，嗬，你莫強啊嗬。要咪做講認真唱嘅時，多少噪音哦，我注意啊，嚇。還有心火相傳，心火嘅時節，你咪用強落彎去，所以希望下回係要繼續唱嘅時，另外今日講嘅缺點能夠改進，希望你下回能夠更加好嘅成績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好啦，扣分數，好，嚟羅啟正買分數。謝謝老師，恭喜啊！過關咧，謝謝，恭喜啦，阿妹檔。天病來時，一擦嘛，唔好擦，哦，孩子了就唔好擦嘞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安子 C， 哈，辛苦啦，辛苦啦哈，真係非常錯哈。好嘞，今日天一禮拜嘅海鮮已經比踢啦哈，係要8位哦，要8位全部過關，恭喜啊，恭喜過關哈，望下位路行當場，希望大家繼續加油哈，加油！啊，還有當到好唱歌嘅朋友，唔點樣嚟報名，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到嚟報名哈，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，另外呢，我們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安子 C， 是夢先生，謝謝，是夢長隊長。
辛苦了。什么小看？谢谢老师们，谢谢安子 C。好，同時大家忘唔記得啦，下禮拜同一時間呢，腦熱大擂台，好，拜拜。